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咱今仔日要用但以理书来连接上帝的话，实在是宝贵。整个但以理书12章的内容，实际上是足清楚的部分，就是正做上帝国的百姓。伫无共款的境遇，因为12章的内容包括巴比伦国，包括马代国，包括波斯，伫无共款的王朝、王国的统治下面，犹太人的信仰，但以理正做代表，以免伫无相款的国家的治理内面，以免维持这个信仰。但以理书虽望是主前第6世纪到第4世纪所发生的代志，总是咱若是对原文内面，伊的第2章到第7章，实际上是用阿兰文所写的。阿兰文是巴比伦以外的一寡外族伊用的语言，总是一直到罗马帝国，特别是耶稣时代主前第3世纪、第2世纪、第1世纪到主后第1、第2、第3世纪的时阵，社会阶层的人因所用的语言，所以阿兰文甲希伯来文所写的安尼12章，实际上可能是编辑的物件。今仔咱要用第5章的内容来去体会。第5章的内容讲到波沙撒王，波沙撒王，实际上咱若对第1节一直看到上尾仔节，就是31节的时阵，30节讲到讲，迄一暝伊就受抬死。31节讲到大利乌王、马代王，伊来取代这个国家，伊62岁。波沙撒王是一个少年的，所以今仔经文嘛会当提醒咱讲，咱若是人生剩上尾仔一天，上尾仔一天的时阵，咱是安怎过？所以对尾仔看倒来的时阵，甲对头前看落去，实际上无相款。上时咱若嘛对第1章开始看的时阵，一直看到12章，咱实际上会看到第9章的祈祷。第9章的祈祷，实际上对疫情来讲起来，咱若无家己悔改，咱甲上帝的关系若无抓好清楚，咱较有可能甲咱的工课、甲咱的夫妻的关系、甲咱甲囝儿亲族的关系、甲咱厝边的关系，可能拢无正确。所以圣神引带咱，会当用即款册，伫疫情经过1年外，咱来反省，咱来学习，要怎坚持正做上帝国的囝儿，应该安怎行大信仰。咱即回来祈祷，主比听堂的天父，你的话正做一个新的世界，因为阮受你呼召，正做你的囝儿，受洗礼，伫众人面头前承认阮的信仰，承认阮愿意放下家己，背家己的十字架。迄个十字架就是上帝对地面上的心意，要甲上帝的旨意落伫地面上，互地面上正做水阁好的上帝国来军队耶稣。主啊，你的话帮助阮，逐日起做，无论是做决定，还是价值观的调整，拢会当因为你的经文来做阮的日常生活的食食，来调整阮的行道。阮为着安尼，感恩谢谢，求圣神引带阮，帮助阮
听到、看到，会当行出来你的意爱。安尼祈祷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仔经文的上尾啊，讲到讲，伊着受害，伊王国灭亡。所以伫即个情形，即个伯沙撒王，伊开有遮大牌，遮大主大意，拢无注意。第一集的时阵讲到讲，伊请1000人食饭呢。当然，迄拢是伊的官员，拢是伊的嫔妃。1000人，毋知影爱偌济人来奉台，遐需要的遐水阁好食的物件，可能嘛得爱对诚济所在来去备办。1000人来食，可能毋知影备办偌久，所以因若伫一天内面，竟然会去用台，国家会灭亡，实际上可能伊拢无在乎环境的变迁。伊对世代的变化，伊完全无在意。所以当大家啉酒欢喜，伫遐我相信娱乐节目嘛将澎湃。伫迄个过程，伊就想着讲：阮的祖先呢？因为伯沙撒王是啥物款的人？伊可能是尼布甲尼撒的囝，还是孙啊？无偌清楚，因为历史的考察。就讲孙啊，但是真做伊的囝儿孙到底传承啥物款？还无法度。咱对第1章一直到第6章、第7章，这个故事拢讲到尼布甲尼撒，伊当时摇摆的情形，要杀啥物人就杀啥物人，要甲啥物人升官，还是要甲降格？伊拢照伊家己的意思，伫伊治理的过程，上帝来甲处理，所以伊捌变做对王位，上帝甲拔落来，互伊去树林内面、森林内面，那亲像动物的心色啊，那亲像野鹿伫遐食食，嘛请亲像牛安尼。伫大自然的生活内面，伊慢慢去体会到讲，人实在是无算啥货。伊反省伊过去，无论伊在做迄个景象，用迄个遐大遐悬迄个金像，爱大家用交响乐团，规个听到声的时阵，全国听到拢爱拍摆。伫迄个过程，即个子孙。要传承，所以当伊在请这1000人做伙啉食的过程，酒啉落马西，伊就摇摆起来，伊就叫人甲因仓库内面，因阿公也好，因爸也好，尼布甲尼撒王当时对耶路撒冷圣殿所摕到的遐个器具，遐个器具实际上是伫献互上帝、献祭所用的。一般来讲起来，任何一个宗教献祭的遮个圣物，实际上无人敢摕起来乱用。无论迄个是真神还是假神，特别耶和华的作为，伫巴比伦这个国家，实际上尼布甲尼撒王伊所经历的部分，是不断称作这个王，这个耶和华是真的，个活的。但是伊的囝，伊的孙伯沙撒王完全无理会，把这个物件摕过来，竟然互大家摕来啉酒，伫遐把这个圣物亵渎，甲拍垃圾。这实在是真假，真假。对这个代志，有当时啊，对以色列人，特别是
主前第3世纪的时阵，伊就想到罗马的将军伊攻打耶路撒冷城，攻入耶路撒冷城，甲圣殿内面的物件拢摕走，毋那安尼，佮甲太阳王宙斯即个神藏伫迄内面，佮甲地藏伫内面，下到规个圣殿。所以对耶稣时代的人，因看到这，实际上巴比伦的这个经验，但以理这个坚持信仰，真做因足大的提醒，真对因足大好的模样。所以当开始用这了以后，因愈较害啊，因为人若嚣摆起来，足侪代志就愈来愈离谱，因就开始伫遐看到这无共款用金银、铁、铜，还是石头，还是树头所做的偶像哈，心想伫遐讲这个安那，这个偌水的哦，迄个伫遐咧平头平足。人摇摆已经袂记你家己是啥货，伫安尼的时阵，忽然间，迄个墙面出现一个，那亲像人的手指伫遐开始写字。迄个写字，互看到啊，逼出惊吓，大惊吓，因为这个代志无可能的，忽然间。我相信大家对即届疫情，嘛是真侪人大惊吓。但是这个大惊吓，对圣经来讲起来，特别咱有耶稣伫基督的保会内面，咱对福音册内面，拢清楚一项：有耶稣甲咱伫地，咱应该平静安稳，咱应该对内面溢出来的喜乐，总是属伫世界的人，毋是安尼。行甲骹头夫，皮准。圣经内面伫即个所在有讲到这，可能甲即个经文讲到即个惊吓到即个程度，所以菩萨萨王就伫遐大声叫遮所有的算命的占卜的所有智慧的人叫大家来。解说看卖，这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总是来的所有的人，拢无法度，毋知影这是啥货。咱人生拄着安尼情形的时阵，咱到底要哪面对？对历史的经验，对咱祖先的经验，对咱在早圣道的经验，实际上。拢有记载伫圣经内面，伫圣经内面有真侪安尼的历史。譬如，咱着想到约柜，叫非利士人因摕起遐，藏伫因的迄个神庙内面，因感觉讲耶和华已经互因收掠过来，哇！因嘛嚣摆起来，总是过顿工的时阵，伊着发。甲因的神明，迄个大棍落落去，拍伫涂骹，因赶紧甲扶好起来，叫做过顿工呢，佮继续佮拍落来，甚至骹腿断去。所以咱去想着讲，咱爱世事，袂使得罪耶和华上帝，总是。上帝对人的人民到稳定，拢不断互人有机会。所以经文讲到讲，波沙萨王的太后，可能应该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因的某，伊就来讲到讲，古早伫恁爸爸还是阿公有一个牛人，迄个牛人叫做但以理。当然，咱嘛有互伊
号一个咱巴比伦的名，迄个名甲你的名差一字，总是差一字，天甲地的差别。一个是属伫上帝的家字，一个是属伫世上。所以咱日常生活行道，咱爱去思考，到底咱的决定，咱的思考，到底是属伫上帝国，还是属伫地人上？这拢对咱的生活、夫妻生活、甲社区、甲家人，拢有足重要的关键。当安尼了以后，奇怪啊，菩萨萨王叫人甲但以理财，但是你看迄个经文内面讲到啥货？他开始佫讲到讲，你检有，你检视，阮爸爸尼布甲尼撒王对犹太这个国，甲你掠倒来，我捌听讲。你真老，行到要死的代志，你嘛出足重要的，就是好的资财。我要互伊穿紫色的衫，我要甲金放伫伊的阿妈棍，我要互伊有迄个地理的权，伫全国第3位。伊敢若想着讲，人需要的就是金钱甲权势若定。实际上，上帝国的百姓清楚上重要是甲上帝的关系。所以拄着那亲像救星来啊，但是伊的态度还阁是小甲骄傲。所以但以理甲讲，你遮的我拢无啊，无你送互别人，你送互别人。咱会看出菩萨萨王，伊根本听无入耳。伊的价值观一直无改，伊若感觉讲，这实在是危机，这人生是拄着上大的灾厄的时阵，伊就应该好好反悔，伊嘛应该拜托的啊！想着讲过去，但以理对我的爸爸，还是对我阿公，尼布甲尼撒王做遮济提醒，佮地理有遮济智慧，伊就会真正谦卑，总是即个富二代，伊完全无改，完全无改。所以当尾啊，但以理甲讲，嘛讲出因爸爸用过摇摆的情形、骄傲的情形，啊，上帝安那甲教示，互伊反省。但是因囝完全听无啦。有听到啦，迄内面经文讲着讲，你实际上知影，但是你知影，你完全无甲过去的经验掠做你的经验，所以伫迄个过程，但以理就甲解说讲，这叫做迷你提克勒无法而生，伊咧讲着讲。上帝讲：你的时到啊！你伫你的时，你的国到啊！你用亲仔来称，你是完全无价值。你的国灭亡啊，会分裂，会互波斯甲马代国来甲你占领。听了安尼，那换咱听。咱敢袂甲但以理讲，哎哟，哇，这个情形啊，主啊，你是上帝的代表，变哪改变啦？拜托诶，你敢若教我？那亲像约拿书内面，尼尼微城的人，连百姓听着，就会悔改，就会改变，就会甲悔。也伫家己头壳顶来忏悔，连遐个精神拢三甲做伙忏悔。但是，即个菩萨萨王完全无，竟然还阁是甲伊要互伊的紫色的衫，互但以理来穿，甲迄个金的物件放伫但以理的阿妈棍，佮互伊
地理的王冠，算全国第3位，死到临头，还阁袂晓悔改。所以圣经30节讲着讲，迄一暝伊就死，阁互一个62岁的人甲取代，甲伊的王国灭亡。亲爱兄弟，伫疫情的情形，我相信足侪人无论看到打开始武汉的情形，还是看到意大利的情形，还是最近台湾安尼足紧一天就过去啊！所以咱来去思考，到底咱的性命活着，迄个价值性是啥款？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甲咱遮早洗清咱所有的罪过。有当时咱会想着讲，一寡民间信仰的提醒讲，到死的迄天，咱所有人生所有的遐个代志，搁重演一摆。迄敢是属于基督的信仰？因为咱若清楚宝血的影响，实际上是不断洗清。咱称作 forgive and forget， 原谅搁袂记哩。咱应该是活的，无过是家己，是新的开始。所以，仰望兄弟会当开时间，但以理书这12章的内容，好好吞入去，一章一章的灵食，知影每一章迄个重点是啥？提醒咱每一日的决定，会当互咱继续，若亲像但以理因即几个人。无论是拄着狮子坑，拄着火炉，因拢无改。甚至上感动的时阵，因要等入去遮危险的内面，伊讲着讲，无论我的上帝有救我，无救我，我拢清楚，我坚持安尼信仰。咱三甲做伙来祈祷，主上帝，多谢你的话。你的话成做阮日常生活的食食，帮助咱会当活出平安、安稳、喜乐的日子。祈祷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